台文通信创刊号第3页，寄望台文通信。读者李宏明。一礼拜前，田亮公兄敲电话通知我，关于要出版台文通信创刊稿的代志。伊爱我写1-2篇文章。开始，我想这是加业家的工课，因为目前咱已经有海外台湾人的报纸，不比10几年前的环境。电话中交换意见了后，我就改变看法，支持出版台文通信，专门寄予海内外关心台湾语文的人。我就想起12年前，1975年，在纽约甲几位台湾语文推广中心（简称 TTT） 的会员出版台语通信的一段回忆。果然，在我的册架内找到一套12年前出版的台语通信。创刊号是1975年8月15日发行200份，所使用的文字，在创刊号是用全汉字，在第2号依然是全汉字，但是有小可的罗马白话字伫挂号内。到第3号的台语通信，才开始采用汉罗合用的书写法。第4号起就改名为台湾语文月报、台湾语文月报 （Taiwanese Language and Cultural Monthly） 的报纸排版方式，发行量也增加到1000份。当年办台语通信的目的，其实甲今仔日要办台文通信的目的真相近，主要为着推广台语的教学甲提供台语文书写法的事业园地。但是办3期了后，因为当时还无台湾人的报纸，就引真侪同乡的建议改名为月报，顺续往办报纸的目标努力。果然，月报伫1978年就改名为台湾论报，成做1980年的亚洲商报的先导。当今日咱已经有海外台湾人的中文报纸，其他中文的媒体也比12年前增加量甲质几啊倍。台文通信此时此地的诞生，并不是另外一报的先导。十几年前的台语通信催生了台湾人的报纸，但是同时也登上了海外推广台语文的名码。希望特别出世的台文通信，唔但会当继续台语通信未完成的使命，而且会当扩大通信网到岛内关心台语文的研究、推广各种人士。10几年前的岛内要推广台语是一件禁忌，甚至教会罗马尼圣经也互人没收。Embry 的台英词典也互人列做禁书。台语的电台、电视节目也受人限制。2、3年来，伫台湾学台语的风气煞真做流行，竞选演讲无台语免想要当选，生理人袂晓台语免想要趁钱。台语补习班也一间煞一间就市，台文通信就拍入岛内，互岛内外连做一体。海外的语文工作，若甲岛内的脱节，就亲像欠一辆的脚踏车。去年底1990笔者环台期间，伫台湾发生3、4件轰动的庆典、绑票、勒索等等的案件，
其中关于林来福案件留予笔者深刻的印象。这毋是单纯的枪击案，因为林来福这个青年的对落是台湾错误的语言政策的受害者。林来福受掠后，痛回行入歧途的原因之一，是因为伊伫小学时讲台语、台湾话，说互罚钱，学校罚钱，伊无钱付罚金，学校的老师竟然追到伊的厝，将对伊的老母讨罚金。伊一直记住一件无公平的代志，伊自细汉所受到的对母语的侮辱，造成伊大汉以后对社会不满甲反抗。所谓积愤生愤的林来福，到尾就用枪向社会挑战，并且伫报纸看到林来福的自卑后悔，一方面愤慨，一方面同情。今仔日你我虽然无开枪挑战社会，咱用笔向海外同乡甲岛内的社会挑战。咱要叫醒轻视母语的人，咱也要通过台文通信，提出安怎提升咱的母语的水准甲尊严，安怎推行母语的教学甲书写的具体办法。今仔日的电脑已经进步到有台文文书处理的地步，这个环境对推广台语文还是办台文通信，拢有真大的帮助。用罗马字输入文字，也会帮助一个人对文字发音的正确化和统一化。台文通信也着读者介绍台文电脑的拍用法，甲现代化台文的书写法。现代化的意思包括一流行伫目前民间的语句和表现法；二对新的外来语的表达法；三科技方面的专门名词的标准制定；四现代思想甲抽象观念的文字化等等范围。另外，电脑的应用也包括各项中的电脑化台语文教学系统的制造，这个问题也需要透过台文通信来讨论来交换意见。综合以上的讨论，笔者寄望台文通信会当做到以下几点建议：一、延续台语通信未完成的使命；二、诚做全球关心台湾话的人的共同园地；三、开放书写的文字系统，欢迎海内外各种书写法的投稿；四、诚做各地台语学校甲台语班交换教学法的好园地；五、鼓励文学家创作台语小说、台语诗、台语笑话等；六、提倡文字甲观念的现代化，鼓吹科技方面的台文写作；七、配合台文电脑化的倾向，进行电脑教学的设计。办杂志是一件艰苦的事业，但是为着要让咱的母语文化有一个光明的将来，咱就勇敢踏出千里的第一步。拄则就是读唔对吼，应该爱读做道吼，先道，或者是带啦吼，这是白话音，这是一般讲话白话音，这是文言音读法先道，就读做道。另外一个白话音的读是拖吼，拖甲歹吼，拖歹。啊，带就是引带吼，带路，偷带，带走，带囝，带尿，就是带。道只是对的路叫做道吼，坑，勉励，教示，通，引带，引拖。
奋斗哦，叫做斗哦，这个道理哦，咱读到这。